今日介紹乜嘢？錦繡花園950型後面大花園，實用面積950尺，咁跟咗一個902尺嘅花園。呢度咧有自己獨立嘅出入門口。呢個位置窄角少少嘅，應該都係風水局啦。呢邊有個大嘅門口，可以開咗佢之後，呢個窄門開咗之後，一路花園通道位，亦都可以用嚟泊車。前庭位置有少少嘅花園空間。呢度咧一路都係8尺闊，你可以選擇泊車入嚟。中間呢度咧就有個門口係可以入屋嘅。咁呢間屋咧係屬於2層積啦，3房1套嘅間隔，再加個閣樓嘅空間。入屋前參觀下個後花園，呢度就係佢嘅後花園，係一個後面大花園，有個玻璃嘅趟門可以入到客廳入邊㗎啦。方方正正係呢一個位置做咗啲收納櫃，你可以擺洗衣機。咁啊有個星盤，招呼朋友 BBQ 洗嘢好方便。前邊呢一度有少少嘅位，雖然佢冇種嘢，得翻啲草皮仔，咁有需要可以掘翻去，有啲泥，咁你可以種下啲少少嘅花草樹木或者啲矮樹啦。咁呢一邊咧坐向呢邊向西嘅，門口向東。呢間屋嘅現時叫價同埋物業按揭資訊。好，咁睇片前咧就希望大家 follow 下我嘅頻道啦。中意條片嘅就可以 share 啊，撳埋個 like 啦，同埋可以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可以即時通知大家。當然，如果想揾我何生或者康臣嘅，我有 WeChat 有 WhatsApp， 當然亦都條片嘅上面亦都有個手提電話聯絡嘅，可以隨時歡迎打俾我。亦都好歡迎大家嚟到錦繡花園、錦繡大道美聯分行揾我何生或者康臣都得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出發去參觀下啦。經過少少嘅玄關位啊，咁跟住入屋之後咧，我嘅左手邊就係飯廳，右手邊呢個咧就係一個客廳。咁右手邊呢個客廳咧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個空間咧都比較深少少嘅。咁呢一個位咧其實有個玻璃趟門嘅，咁但係冇開窗簾啦。咁呢度咧亦都有個透光窗，全部呢兩邊咧都係望翻後花園啊。呢邊咧就一般就係要嚟擺家私啦。左手邊嘅牆身咧就係擺電視機嘅。咁有需要都係啦，950型大家都清楚㗎啦。呢個位置亦都可以改做房間啊。都姑且講多兩句。咁另外，如果上個客廳再分明少少嘅，呢一邊可以樓梯嘅位置可以做電視機牆身，呢邊亦都可以擺梳化。而左手邊嗰個電視機本身而家擺放嘅位置咧，你可以考慮係做一個另外嘅客廳或者另外一個偏廳位置。咁而呢一邊嚟到飯廳啦，樓梯底咧呢個門口開咗之後咧，本身係梳房嚟嘅。咁一般咧950型咧啲業主咧都會做一個洗手間嘅。咁而家呢一度咧就係一個簡單嘅客廁洗手間，咁冇花灑冇剩㗎啦，淨係坐廁同星盤嘅啫。客廁呢度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安裝埋花灑作為浴室嘅使用。好，飯廳位置呢度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，擺張長形餐台完全冇問題啊。左手邊做咗啲入牆嘅櫃啦，要嚟可以擺放啲雜物啦，杯杯碟碟啊，全部擺晒喺度。有個大嘅採光窗望翻去前花園。呢一邊咧做咗個開放式廚房，有少少嘅吧台啦，入邊係一個 U 型嘅設計。咁有啲空間咧就可以擺到啲雜物，明火煮食爐。有一個位置可以擺到單門雪櫃。空間唔需要話太大，但係都足夠你1、2個人落廚啦。大家可以再睇一睇呢個長方形嘅客廳。另外呢度就係個飯廳嘅空間。廚房呢度有少少嘅吧台，亦都有啲工作台面、雙星盤、2個明火嘅煮食爐。跟住沿樓梯上去1樓參觀。閣樓呢度嘅樓梯嘅設計都比較通透，有少少特色。好，嚟到1樓呢一度咧，咁屬於3房1套嘅設計，仲有一個浴室洗手間，同埋呢度咧係有個閣樓空間嘅。咁樓梯嘅右手邊呢度咧就係主人套房。嗱，主人套房呢一度咧，一入門口右手邊咧就係個寢區位啦。咁呢度咧就可以擺個雙人床啦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啦。咁擺相機嗰個位置，一個位置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做到頂嘅衣櫃啦。咁跟住有個電視機嘅櫃台啦，下面可以擺啲收納櫃啦。咁側邊仲有少少嘅裝飾位，你可以擺啲心愛嘅裝飾品啦。咁另外就係前面呢度咧有個正窗，有個大窗，咁望翻去我哋嘅錦繡花園內街係泊車個位置。當然主人套房側邊咧就會有個透光窗添嘅。咁左右兩邊有窗作為一個對流。咁
咁上邊嗰度咧就做咗個頂啦，咁所以講樓底咧就矮翻少少。咁啊，但係依間屋咧都有少少漏水嘅情況，咁但係都建議係全部去重新裝修啦。咁右手邊一度咧就係一個浴室洗手間。土字浴室呢度係屬於名廁，有浴缸嘅配備。嚟到呢一間客房咧，我又覺得呢個 design 又真係幾好嘅，因為本身950咧樓底比較高身少少啊，咁就好似而家呢個業主咁樣，咁上邊咧做咗個平台位啦，咁上面擺張工作台咧，咁都唔錯嘅選擇嚟啊。睡床咧就挨住呢一邊牆安放啦，側邊有個大嘅採光窗，呢度咧就入牆衣櫃，側邊仲有啲收納櫃添，呢度就擺梳妝台，上邊咧就做咗條樓梯上去上面嘅工作間。客房嚟講，呢個空間都唔細，樓底相當地高，做咗一個特色嘅閣樓位。好，沿樓梯上嚟啦，就呢個工作間呢個閣樓位置啦，咁都幾好嘅。可以呢度擺到一張書台，咁仲有啲收納櫃添，側邊呢度仲有啲櫃桶。咁呢段咧就有啲欄杆啦，咁樣。一般呢個位置其實你做書台又得啦，或者我覺得你要嚟做game 房都得嘅，甚至乎你擺睡床亦都可以接受到嘅。咁啊睇下大家自己嘅創意如何啦。咁跟住咧，同層一個位置咧有個浴室洗手間嘅，咁佢入邊呢一度咧就做咗一個比較大少少嘅按摩企缸啦。咁啊，坐廁呢度啦，星盆呢度啦。不過呢一個浴室位呢個洗手間啊，冇窗嘅，佢淨係安裝咗一個抽氣扇嘅啫。咁另外呢一邊咧就係第二間客房，有個採光窗望翻後花園，同隔離第一間客房一樣噶啦。咁依間客房咧就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咁啊，3尺床一般都挨依一邊放㗎啦。咁依邊就擺少少啲收納櫃啦，或者細細哋嘅衣櫃，咁都可以擺得到。咁上邊咧就亦都係做咗少少嘅頂啦，所以嚟講樓底咧就矮翻少少。第二間客房呢度亦都有個大嘅採光窗，而套子浴室係有一個企缸嘅設計，不過冇窗，係屬於客廁。好，咁呢度咧亦都做咗一個閣樓嘅空間。一般呢個位置我覺得係俾工人姐姐瞓㗎啦。呢個位置3尺床，咁側邊呢啲位置咧就要嚟擺少少工人姐姐嘅雜物或者自己嘅雜物啦，睇你自己嘅需要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亨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